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23节到29节，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第2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救恩。咱搁一摆讲到出埃及记的故事，有几个真定互咱会提起的，比如讲10个灾难、过红海、玛纳的水泉、西奈山等等这些事件。无论是倒一个阶段的记载，拢是出自上帝的救恩，然后得救的人就必须爱是遐个选择伊军队伊的人。最近咧带领教会的灵性成长班，嘛拄伫要完成这个10个灾难的途径。第7灾到第9灾，上帝渐渐来说明这10个灾难的目的，就是伊留存埃及王以及埃及人的目的，就是要爱互因知世界要有一个神明会通来保守伊，并且赏赐救恩，除了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以外。伫搬过节的恩典，就是伫胎大囝的灾难中间所赏赐的，也只有选择上帝军队、上帝的人，才会当得到救恩。当然，这个中间咱毋是简单看到以色列人得到救恩、得到保守，也有搁较侪其他种裔的人种。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的第2节，安尼记载：上主对摩西亚伦讲，搬过节的规例是安尼：搬过节的食物，外族人拢毋通食，据平原买来的奴隶，若是有受较礼的，就通食。囝脚的甲城内的工人拢毋通食，着伫厝内食，连一块毋通摕出去外面。羊仔的骨连一支拢毋通讲断。以色列所有的会众拢着安尼守节。若有囝脚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爱要守搬过节敬拜上主，因家己的家内的查甫人着受割礼，则通甲本族人共款守节。毋过无受割礼的外族人拢袂用得食。本族人甲囝脚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亲像拢着守这个规例。以色列众人就照着上主命令摩西、亚伦的话去做。就伫迄日，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。13章第1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以色列人着将头前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，因为因是我的。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族人，拢是有机会做伙来享受迄个救恩的饼甲杯，是会通得到上帝的拯救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，提到着领受圣餐的态度。
无就讲所以，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理的态度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是得罪主的身体甲血。逐个人着审察家己，才通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。恁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若无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，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是家己惹审判。因为安尼，伫恁中间有真侪人软弱破病，嘛有人治到死。咱若诚心查家己，就袂治到审判。不过，咱受主审判的时，是伫受管教，互咱免治到伫世间同受定罪。所以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恁自接食主的晚餐的时，要互相听候。若有人要着伫厝内先食，则免伫聚会颠倒受上帝审判。其他的代志，我去恁遐的时才处理。基督徒领受救恩，就应该要有用这个合理的态度来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。若无，就是得罪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只有愿意审查家己，才会通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。若无，就是得罪上帝。阮倒转会抵到伫上帝的审判，因为咱是对上帝亲自管教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咱食到的是救恩的饼，还是食到罪的食物，这是有真大的差别。愿主来帮助咱。诗篇98篇78篇23节到29节，毋顾伊遥命令顶面的强创，佮开天的门，伊降落吗哪互因食，将天的美牛赏赐互因。因逐个人食天使的食物，上帝赐美牛互因食甲饱。伊对天起东风，用伊的权能吹南风。伊降落肉互因，若土粉较济，降落肥鸟，若海沙较济，落伫因的营中，伫因徛起的所在的四围，因就食甲饱饱。伊有照因所爱的互因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也互阮因为愿意接受，愿意来军队，就来得到救恩。也恳求上帝互阮有悔改的心志，有谦卑的性命，领受主耶稣宝贵的救恩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